來看根據路透社的報道，美國海軍證實，因的 P-8A 海頂巡邏機昨昏飛過台海，而且講是要展現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承諾。有學者講，印太地區雖然無美國航艦的部署，不過美國也是有掌握台海的情勢。兩岸情勢無平靜，美方用具體行動關心台海和平穩定。美國海軍一台 P-8A 海上巡邏機，予人公開為日本沖縄起飛，日以佇台灣西南空域射擊南部巴士海峽，採用 L 型的路線飛過台海。外媒路透報道，美國第七艦隊證實 P-8A 展現美國對自由開放印太的承諾。中國官媒環球時報講，共軍專庭金總警戒。有關美軍 P-8A 型機穿越台海，國軍運用聯合情監偵手段全程掌握，狀況均正常。我們支持重要民主夥伴一同維護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承諾與行動，並透過我國國防自主與國際合作，實質保障我國國家安全。包含美國還有歐洲的朋友們及鄰近國家的朋友們，我們都認為自由航行它是國際的一個準則。那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片面改變台海的現狀。P-8A 海上巡邏機是美國海軍偵察主力，主要投入反潛作戰、水面偵察、情監偵任務、搜救行動，會當裝掛魚雷、反艦飛彈執行打擊任務。P-8A 飛過台海，好親像正數常。軍務統計 P-8A 伫3月11、4月17，各加即屆，今年已經有3屆飛過台海記錄。特別注意的是，印太地區目前出現無美國航艦的空通機 ，P-8A 這個時陣飛過台海，外界解讀美國故意釋出戰略信號，典型也是有掌握台海情況的能力。美中的一個在第一島鏈這一邊台海的一個戰場的話，不會是一個航艦對航艦的大洋對決，而是一個島鏈封鎖戰的一個模式。所以其實有沒有航空母艦的一個重要性，反而不如透過這一些徵收的載台去鎖定方位之後，由岸基的一個反艦飛彈來進行攻擊。學者觀察 P-8A 海上巡邏機唔掌握強艦動態，中國海警船、公務船也可能是伊未來偵搜的方向。中共反制美軍行動，國防部22發布查到強機3架次飛過中線進入北部加西南空域，結合8架強艦、7架公務船繞台，國軍嚴密應處。記者採訪報道。